小林製藥優利拿 B120 片，是改善頻尿的中草藥。Sising Ranshine 是一種由9種草藥組成的中草藥，可改善膀胱功能，讓你儲存尿液，並改善頻尿。它是一種藥片，每天2次有效，針對夜尿、尿殘、流感、尿結、尿量少等問題。功能效果：若體力不足、腸胃虛弱、全身疲倦、口舌涎燥、小便無力，但出現以下症狀：頻尿、尿不盡的感覺、排尿疼痛、排尿困難、尿液渾濁、尿液緊張、揭陰道分泌物。用法用量：請在飯前或飯間服用以下量：用水或熱水服用。飯間之間是指2餐之間，指的是飯後約2至3小時。成人15歲以上1次5粒，一日2次；15歲以下不要服用。使用方法和吸藥方法的注意事項：1. 嚴格按照規定的用法和用量； 2. 因為它很容易吸收水分，每次服用時請旋緊瓶蓋。